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增加2例新冠肺炎带病入境的病例，另外去年超无成功的台湾跑道旅游互通，但风声讲有机会开放。北部这2天落大雨，搁做人工雨，但是水库的欠水量加无介济。除了人工雨，大家伫南疆今早起举办祈雨法会。往来袂当出口去中国，农民当烦恼。但是即马所有恶质的人作业，用总统府的名义落大量的假订单。今日国内增加2例新冠肺炎带病入境的病例，但来讲咱国产的有风险，咱国产的高端疫苗甲联合疫苗当来做第2期的临床试验。不过65岁以上来做试验的人数，也是差标准差真济。指挥中心就表示讲，到时阵老大人若是收案收无够量，可能会看科学的证据，先开放65岁以下的人来注射。国内各新增2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分别来自印度、菲律宾，拢有3日来检验阴性报告。指挥中心表示，969例印度籍30多岁男性2月18为杜拜转机来台工作，入境时无爽快症状，检验基本自费采检确诊。970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3月7日来台工作，入境时因为有发烧，机场安排采检确诊。按969，那已掌握接触者共26人都列自主健康管理。按960，目前会掌握个案的同伴及接触者13人列居家隔离。就伫国内收到第1批 AZ 新冠疫苗的同时，国产疫苗也正在进行2期临床试验，希望会当伫今年7月开始量产。其中高端关定3月底前要完成3700人的收案，也不过原本65岁以上的长者目标是740人，目前只收案200多人。另外关定3月底要完成3850人收案，目前也无到500人，恐惊延后研发进度。年长者他有一个既定的人数需要纳入临床试验，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的话，那才会说，可能可以先开放以下的这个年龄来做考虑了。全球其他疫苗将继新冠肺炎，后面以色列当规划发放疫苗护照，也毋过顶日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当国内疫苗覆盖率达到60%以上，就会推动边境放零，也毋过毋是以疫苗护照为标准，是以抗体浓度、PCR 检测做缩短检疫时间的标准，会要求入境者伫台湾做检测。辉瑞的疫苗、莫达纳疫苗接近快95%。你这么高的有效率来讲，你几乎打上疫苗了，就代表你说你是没有问题的。你要用抗体跟 PCR 来取代疫苗护照，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会让台湾的孩子处在孤立之中。另外，顶日越南阁出现一名台湾所出病例，是40多岁台籍男性，入境越南时被验出阳性确诊。指挥中心讲，这个个案伫国内有4名接触者，4人核酸检验甲血清抗体检验拢是阴性，无扩散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讨论真久落尾无成功的台湾跑道旅游互通，但有风声讲有机会开放咯。指挥中心表示，这2天就会开会研议2国员工互相开放可行的方案。另外，有传言讲，跑道的总统可能会来访问台湾。外交部表示是真欢迎，不过目前的日子也未确定，确定了后才会宣布。真好的天气，也个美丽海岛风情，台湾的友邦必留是有名的旅游的景点。不过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封锁边境，后面将只能看影片而已。不过这阵传出，台湾甲必留中间的旅游泡泡有机会来开放。黄医师有去帛琉那边有去探勘，那所以也一直都在进行相关的讨论，但是会在这2-3天会再做最后的一些比较决定性的讨论。要有一个无菌的廊道，我们也派人到帛琉去年底就已经开始做准备，所以只要疫情指挥中心决定。那我们交通部所属的单位，随时都可以呢展开。全球疫情依然严重，不过在帛琉当地到即阵拢无社区感染的案件。指挥中心讲，双方一直拢有接洽，不过进前因为秋冬专案，所以讲计划才暂停。而旅行业者听到消息也乐观其成。我代表业者说，我们乐观其成。他确定可以的时候会通知我们，我们就着手去进行，看是包机啊，或者是安排行程啊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有诉求，就希望来回都不要隔离嘛。如果说来回都要隔离的话，基本上我们也不建议。
新闻发图出国，也有来回采检加隔离这做法，拢是旅行业者关心的焦点。而长期负责协助鼻瘤医疗的新光病院指出，这阵鼻瘤已经开始注射无得力疫苗，有讲4月底有5成的注射率。鼻瘤也规划成立旅客验证中心，并且跟台湾的医学中心合作来进行采检。我们在初期的开放也不会有所谓的个人的自由行，所以我们的民众到达帛琉以后，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规划的路线去进行。一开始如果指挥中心规定出来的检疫措施，过一阵子以后都没有什么特别风险的发生，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把这个检疫的时间，比如说从5天变成3天，甚至只要入境采检，就可以让它自主的健康管理。而旅游转来了后，也会检疫几天，指挥中心有估在细群就会开会讨论相关的代志。另外，外团别留的总统惠斯林可能会来台湾访问，外交部也表达欢迎。在安全旅行的这课位也启动了后，才来台湾。不过，这阵访台日期也无确定，会在相关规划完成了后正式宣布。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虽然北部落大雨，而且搁伫咧石门水库甲宝二水库做人工雨，但是水库的欠水量煞是加无介济。但欠水严重，搁失去高雄送水资源的台南，情形是搁较吃力。北河水库因为土沙积甲真高，已经无再调欠水。南区水资源局就表示，会利用这个大水期赶紧清土。看过去拢是土轮甲杂草，因为严重污渍，跳水率早已经无了了的台南北河水库，赶紧进行滤污。南区水资源局希望透过清污恢复库容，到118年达到2000万立方公尺。也毋过安尼做也袂赴，市库位的正是联会农民，拢想尽办法要找水源，未少人决定要求证。今年啊，足侪人去找证的时阵，就是为着要种这莲子，当然的时阵，农民爱种较有收入嘛。雨水就真啊，可能就爱这花爱死啊。安尼哦，来了敢会足济啊？当然嘛是爱足济，这防水莲一丛拢过600块呢，一分地爱300丛啊。南部雨环真歹解，北部这几天方面接近。北区水资源局找来尾仔继续伫石门水库甲宝二水库放盐剂进行人工净化。这已经很久没下雨，整个山都非常的干，所以说第一天的雨水几乎都是被山跟树吸收掉了。无看到水位明显回升，也毋过石门水库有效抽水容量是49.2%，甲去年同期差不多。北区水资源局表示，跨区调度甲水源蓝调，减轻石门水库供水压力，搁加上运用备用水井甲鼻洞，水位下降渐渐减慢。水位的下降呢，逐渐的一个减缓。那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的5月底能保有1个月的一个用水的一个需求。北水局指出，在适当条件进行人工净化了后，宝二水库目前水位下降也变慢。即马部分人暝，平时也是假日24点钟提名进行人工净化。在宣布日期调做停管了后，累计已经实施超过20摆。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人工雨以外，水利署邀请大家镇南宫伫咧今仔日早起举办祈雨法会，选定是照鼓励主办祈雨报款甲祈雨令等等，向有雨水马名号的大甲妈求挂雨。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表示，伊家己嘛真紧张，虽然无把握讲会水落雨，但是有希望会当先安大民心。正人客先从新村车到祈雨坛，计时一到开始祈求，就希望会使天降甘霖。当然希望啊，要不然全省到处都缺水嘛。参加祈雨仪式的民众，全部拢穿着白色上衣，来表示敬重。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以及台中市长罗秀燕嘛拢前来参拜，那决定依照鼓励制作祈雨的布棚，啊，佮制作了祈雨铃赏扬，相传伫背的仪态，就希望会使落雨。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嘛表示，家己的心情嘛真紧张。我也毋是师傅，我也毋是专家的吼，这是一个宗教的信仰。有拜有保庇，咱有拜就有希望啦。颜清标表示，为清朝到即马，大甲嘛祈雨发挥着十外届记录。距离顶一摆举办嘛有58年，会使讲拢有应验。而去年因为拢无风台，雨量创新低，使得用水真正力。农田水利署还佫特别发文，请镇南宫来举办祈雨法会。水利署前身是水利会嘛，所以说是不是能办一个祈雨的活动哈？古代呢，祭天呢，一般民众不能祭天，是由天子才有资格。那官员呢，是因为
是由皇帝所任命所以一般来讲是由官员所主导，所以呢这次由水利署来主办是正确的。学者表示，这次依照礼俗，再由官方来主导。而根据水利署7号上午7点的资料，苗栗县的3大水库水量是伫2成以下。南投雾社水库虽然有淡薄回升，来到8.7%，不过水情还是真严峻。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中国暂停进口咱台湾往来，和真侪农民烦恼讲未来因是要安怎趁食，但是即马所有恶质的人作业，用总统府的名义，甲高雄一位王来伯定180箱的往来。王来伯因后生讲，这个量是伤过大，向总统府查证，才发现是有人落加订单。高雄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昨暝通知王来伯后生去做笔录。虽然讲是也未出货，不过偷用别人的名义落订单的行为，已经犯刑法加重诈欺、甲间接毁损罪相关的罪名。警方提醒民众，唔通想讲作业无人会抓到，黑白落单、恶意唔收货是犯法的。原本真爱海草搭公道小组拜一要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面对面沟通，不过公道小组的成员是有人烦恼讲，政府是派人要来梳头，所以公道联署书送件了后才要见面。陈吉仲是回应讲，欢迎因随时来讨论。近来海草搭公投渴望成案，原定18成员要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面对面沟通，不过测试透早工作小组发声明表示，为了如期送件，无用分心他用。公投领衔人潘中正解说，一开始也认为讲沟通不要紧，不过内部成员意见无同，所以讲最后决定等送件了再讲。来联署的热心的公民哈，他们期待我们不要变成是一种三心两意一样。在这种敏感时机，要跟人家是要让人家摸头呢，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其他伙伴呢，最后共同的决定就是，我们沟通之门永远打开，但是3月19号之前呢，确实敏感不恰当。沟通参详破局，伫内底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联络的成员宣布退出决策。要谈事情就是要沟通嘛，因为它不是谈判。但是呢，如果各方把沟通就解除成摸头，那是不是代表以后政府跟我们立场都不一样？那我们就一昧的都不沟通，就直接对决？不是这样。中华全民前理事长蔡家勇当年是反国共旧化，立府甲总统马英九沟通，也把这支互人口腔软化。伊认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对着解决问题无帮助，沟通是有必要，不过也呼吁政府点现诚意。政府愿意做最大的沟通，就是目前官场立即停工。如果你现在又是边施工边沟通，是边跟你和谈，在边背后还是继续动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诚意的。另外，早起人伫南投推广农产品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强调，随时拍开沟通的大门，任何条件拢会讲。跟团体大家都是有共同的那个交集，而且都是长期来有曾经一起打拼过的。我们是觉得说都可以来讨论，包括所谓要是不是停工。无想要伫个公投送件进前增加内部困扰，近来海草搭公投小组暗头后，佫发声明，讲会议时间伤过紧迫，会佫找适合时间办理，强调对着祝福海草搭有帮助的代志，会佫努力甲沟通，袂放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缅甸军警昨半暝伫咧第一大城勇攻4架掠人，而且佫压枪撞入去人的人家厝。面对缅甸军方的态度大将的，但是因的民众嘛是无愿意落软，今日共款是就街抗议。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缅甸军方自政变到打暴力镇压，上无已经有54个人死亡。缅甸第一大城强攻，找了半暝也无平静，军警执行大搜捕，伫几个所在向民家厝开枪，并且伫路上4回掠人。就民众翕到军人压枪落地，全国民主联盟党员的徛街，军人发现有人翕了后，就将枪对准伊。虽然面临威胁，数万缅甸民众车骑游玩行上马路，抗议军方发动政变，逮捕翁山书记等执政领袖。路透引用当地媒体报道，第二大城下城的抗议人数上济。南北部城镇拉苏，军警用催泪弹驱散抗议民众。强攻一座小镇塔吉达，军警以实弹弹示威者，示威者使用分布弹，想要暗号行动，拖延军警行动，要示威者秀出另外一种拖延战术，将女性的裙摆上一排挂伫马路。
မိန်းကလေးသမီးနန္ဒာကြီးอ่ะကျွန်တော်တို့မြန်မာနိုင်ငံမှာမိန်းကလေးအောက်ပိုင်းအဝေးတောင်အောက်ကိုဝင်လို့ရှိရင်ဖုံးနေတယ်ဆိုတဲ့အယူအဆရှိတယ်ဗျာကျွန်တော်တို့အဲ့ဒီအယူအဆဆိုရင်အခုနောက်ပိုင်းကျွန်တော်ရေးမှာအများအောင်သွားလာတယ်သူတို့ရဲစစ်သားတွေဒါကြီးက李伟才以军事政变以来，缅甸电力不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统计，军政府老会定压，至少已经杀害54人，逮捕超过1700位民众。外小路当家时，车衫参加抗争，和军警断事。也毋过这项讲法却互缅甸国营媒体注意，伊的空喙无像是互军警造成。讲法律机构当咧调查伊的死因，当时有看到的人向路透社表示，缅甸当局初五将伊的木偶挖开，检查遗体，佮将伊的遗体靠倒转去棺材内。也毋过路透社也表示，目前也无法度证实这件代志。公信新闻林浩如编译。西藏自1949年开始受到中国武力的迫害，1959年3月7日发生恐怖的行动，目前也有15万的西藏人伫咧海外流浪。后礼拜三，西藏恐怖满62周年，今下晡有一群伫咧台湾的西藏人甲台湾的公民团体伫咧台北办游行，要甲西藏斗相天。跪落来磕头，点伫台湾的西藏人士用西藏特殊的磕长头礼佛方式，感谢伫310恐怖前后不断继续抵抗中国暴政的西藏人民。另外，伊嘛参台湾公民团体用行动剧重现1951年西藏政府伫中国武力威胁下签订的17条协议的情景。枪子，赶快起！前面，这个鞋子都是不对啊。今年是西藏恐怖的62周年，点伫台湾的西藏人和台湾民间各路的公民团体已经相连续18天，伫台北做伙举办大游行。这摆除了立委、政党代表，受到真侪西藏人尊敬，以及达赖喇嘛伊动的纪念灯画布嘛亲身参加。虽然侵占和压迫我们这是中国，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华人社会里面。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西藏，支持西藏，而这样的支持对西藏人，特别是对境内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鼓舞。代表民进党参与活动的副秘书长林辉环表示，台湾是有能力协助这寡民主受到迫害的国家，互因伫台湾人权受到保障。台湾是一个有能力去协助周边这些受到迫害的民族或这些朋友，提供他们所需跟他们需要的帮助，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齐心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让更多西藏的朋友，或是甚至香港的朋友、维吾尔族的朋友，大家都能够在台湾找到一个获得这个照顾的机会。不过，政府是毋是有法度提供实际保障，亲像但民法的修正？立委范云是讲，目前也需要更较侪讨论。那我想，关于难民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再努力，因为台湾目前还不是一个法令上被认可的国家。那怎么样做难民法，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讨论。西藏自1949年开始受到中国的武力迫害，1951年签订有真大争议的17条协定。1959年3月7日发生恐怖行动以后，目前有15万的西藏人流亡海外。今仔日游行，网络嘛全程直播，希望全世界拢会当知影西藏目前的状况。记者杨淑晴、曾佩文台北报道。228事件当中，台中有一群青年学生组成27部队对抗迄当阵的国民政府。迄当时，中央军的部队虽然有武器，但是坚持守护台中的秩序，无动用武力。女青年嘛团结起来，有精线提供食食，成做一段英勇的故事。迄当阵的部队长蒋益仁，今年已经满100岁啊，想起迄段过去，也是真激动。虽然已经900岁啊，当时是27部队部队长的蒋益仁，受到当时对抗政府的革命，伊的情绪也是真激动，也真说历史的活见证。联军若无武，若无条马，你凭什么要甲蒋介石的军队谈判？大概就在纪念碑头前，寻到这段历史。蒋益仁真激动，因为这是27部队驻在干城野口区。纪念碑的条件也是因为当时担任台中市长的林佳龙出城，历史才法度家记录落来。70多年前，当时228事件发生，27部队也因为驻守台中，城市的发展也才法度来改保存。
维护台中的定序甲治安。当国府21师要进入台中的时阵，非常的紧张，避免咧伫这个市区引燃战火，生灵涂炭，所以因特地去保理。陈彦斌表示，这个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武装的队伍虽然有武器，不过坚持守护台中的特殊，也甲当地民众互相来支持，保住城市的发展。虽然短短10几天就被迫解散，却是为台湾的民主发展留下记录。代表是台湾人在228事件中试图用自己的能力来避免乡土遭到蹂躏的一种表现。虽然这过程无长，当时的成员也已经聚会也是过身，不过经由文字甲情人见证历史，也为后来民主发展的进程拍下真深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备啊！3月妈祖生是台湾重要的宗教盛事，是地方信仰的大代志。嘉义高雄南医今年踏着时机，头一遍用妈祖做主题举办展览。唔那展出高雄收藏的妈祖像，佮小解破主配天宫甲附近的历史。大家专心听高雄研究员的小解，希望民众透过字画，会当用无同的角度了解妈祖信仰的文化。其中7目清调天后安然，佮会当看到甲7目完全无同的妈祖形象。那这个泥金所写的字是非常非常工整的，就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把它写在上面。那内容就是在描绘这幅图上面，妈祖所经过的地方海不扬波的这个景象。除了在是参观高雄南医内底展览，一行嘛以破主配天宫做中心，小解配天宫附近的一寡历史，一寡为外地来的民众嘛透过这个机会了解破主的在地文化。本来就很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活动这个主题是妈祖文化嘛，对啊，然后就刚好对妈祖觉得有很好的认同感。目前为止印象深刻的刺绣馆啊，还有刚才那个水稻头、水稻头，那个是属于一个聚落。因为虽然我是户主的女婿，可是我不知道有这个地方。高雄南医表示，妈祖信仰是分家地区真重要的信仰文化。为着要配合3月妈祖生，因特别推出甲宗教文化有关联的作品，佮配合在地行读，希望民众认捌宗教文化的时阵，嘛会当增加对历史文物的了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嘉义动手种的心意总是特别珍贵。嘉义育成国小有一项特色的课程，学生伫咧去年10月就业种，用4个月时间亲身照顾，至阵花栽收成啊。学生囡仔甲花草摕来卖，用这寡收入甲学校弱势同学斗相共。学生囡仔甲挽落来的花叫做一束一束。嘉义市育成国小将学校的特色课程，参社区在地产业做结合，互学生家己种花，家己来卖，帮助学校内底弱势同学。帮忙拔杂草，然后灌溉、浇水那些之类的，最后剪花也很难剪，很辛苦。那可是你喜欢上这个课吗？喜欢。过程中拢会表示讲吼，伊将来唔知影讲种花是遮尔辛苦，啊，了解到咱农民的一寡遮辛苦，啊，会当将这个经验类推到其他的物件啦，吼，像讲稻米啦、水果啦等等，啊，就较袂囡仔较袂去浪费。这个花草拢是育成国小4年的学生亲手种的，因毋但逐工照轮照顾花草，嘛拢有做成长的记录。经过要4个月的时间，总算会当收成。学生囡仔嘛爱利用时间来挽花。这种课程有趣吗？有趣，因为可以不是坐在教室里面上课，是出去外面学不一样的知识。校长表示，学校替一寡弱势学生提供圆梦计划挑战。花草义卖的收入会成做圆梦计划的经费。虽然每项计划经验无讲介悬，但是种花甲挑战计划的学生除了学习，嘛会当互相协助甲付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0度。中部地区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17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来看外岛地区，
外岛地区12度到20度。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